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1月23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思博伫咧选战的最后一天，来到守庙天坛，祈求会当赢得胜选。新北市长朱立伦也陪同伊，因两个做伙上香来祭拜。高思博更是伫咧新民头前来救抓，表明家己绝对袂贪钱，绝对袂偏私，会为台南的乡亲尽心尽力。伫咧选前的最后一天，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思博甲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侪国民党籍的议员候选人，一透早就到守庙天坛拜拜。高思博嘛伫咧新民头前来救抓，假使若选调市长，一定会清清白白，专心为市民来服务。无求非法、无正当的私人利益，若有违背这个宣誓，新明委员地主高思博。愿受上严厉的处分，警示立事人高思博。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向台南的乡亲大力来推荐着高思博，并表示，这届选举就是台南翻转呈现新风貌的关键时刻。我想认真努力，清廉执政，让整个台南市民感受到一个崭新的新风貌。尤其是在民进党已经连续执政25年之后呢，很多的。台南的市民希望能够改变，那高思博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带来新的气象，带来新的执政。我们最重要是要来这边跟提供备嘛他们单市民来公开的报告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清廉有效率的一个市政府跟现在的市政府完全不同。为什么特别选到天坛来？因为这里是我们台南人，这也是我们台南人最早祭天的地方，民政时代就是在这里祭天那人家说，天听自我，民听嘛，你报告上天，同时也让广大的市民朋友透过我们媒体能够知道说，我们希望能够将来把台南带到这个方向去。参拜完成了后，高思博也伫咧庙内向大众来说明着伊的市政宣言，并伫咧顶头亲自来签名，来表达伊的承诺。随后，就赶场坐上宣传车，开始一天的扫街行程。台南新闻网日后采访报道。投票顶一天，行政院长赖清德再次南下，替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来助选。对南区出发，伊就车队扫街游行的方式向乡亲来拜票。伫咧扫街进前，两个人佮互相勉励，希望大家爱相信赖清德，选择黄伟哲。场面相当热烈。距离选举不到12点钟，行政院长赖清德暂停南下到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南区的服务处助选，会场受到大批支持者热情欢迎。会场强调，台南的选情是稳定的力量，更是正派传承。黄伟哲讲，伊就要较努力，拍出一场胜战来感谢院长加市民的支持。赖院长来台南，还帮我们加持，帮我们努力。自己心里觉得说，我们还要更加努力，这样才能够，因为各地都选情都很紧迫。那赖院长拨出宝贵的1个多钟头的时间，所以我相信这表示赖院长对台南的挂心，那也表示说我们自己还要更加努力，才能够让蔡总统跟赖院长放心。今天总统跟院长南北两路奔波，我们唯有更加努力，然后来一方面答谢总统跟院长的关心，一方面也嘛感谢咱的市长。感谢咱的市民朋友，大家的关怀，所以我一定要提出好的成绩，配合着咱的议员甲咱的立场参选人共同努力，来拍出一场的胜战。会中行政院长赖清德伫致辞当中嘛强调，台南是民主圣地，更该捍卫台湾民主，支持黄伟哲传领台南市大步向前。信赖赖清德，选择黄伟哲，陪黄伟哲走完最后1里路，将他送进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在立法院表现杰出，凭借呢连续11次得到第1名，他绝对有能力在过去历届的县市长打下的基础之上，带领台南市
大步向前。为了赖清德甲黄伟庭两个人伫车队扫街进前也互相相揽，彼此鼓励，而且大声喊出协停赖清德支持黄伟庭民进党全雷达的口号。协停赖清德，协停赖清德，支持黄伟庭，支持黄伟庭，相挺赖清德，相挺赖清德，支持黄伟哲，支持黄伟哲，民进党全力打，民进党全力打，民进党全力打，全力打，全力打。市长候选人黄伟庭选前最后一天，伫赖清德的协停之下，包括这些议员候选人嘛拢同齐出席，用车队游行向乡亲拜票、催票，希望将黄伟庭送入去台南市政府。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无党籍台南市长候选人陈永和，因为坚持清气，而且无开大钱的选举方式，伫咧选战的最后一天，伊选择用行路的方式要来走访市区的菜市仔。透早，伊来到水仙境菜市仔沿路拜票，希望伊的政见甲理念会当互较侪市民会当看到。无党籍台南市长候选人陈永和，选前的透早选择来到水仙境市场。一个亲戚甲摊商互动，积极拜票，伊用伊的坚持一步一脚印，积极增加市民朋友对伊的熟悉甲认同。过程当中，也拄到伊的支持者要求合影留作纪念。支持者来表示非常认同陈永和市长候选人守护土地理念，所以一定要甲听。我们支持5号陈永和市长，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台湾土地可以留下给未来子孙的好市长这样子，所以我们支持他，谢谢。陈永和也向社会大众表达感谢，因为伊手中的这个宣传单拢是热情的支持者免费印来予伊的。伊嘛表示，伊希望伊无开大钱这款的选举作为，会当改变未来台湾的选举风气。同时，伊嘛来质疑着开大钱选举的人，是毋是选掉了后，就爱对人民的身躯顶将钱赚回来呢？咱最后一日的冲刺吼，咱就是来伫这个市区，由市区遮因为足侪人嘛拢唔捌咱，所以咱最后的冲刺，咱就是吼一步一脚印，来行出讲，互大家拢捌咱。啊，我嘛真感谢咱的网友吼，甲我印这文宣遮尔水啦吼，包括这内容我所这几档所讲的证件，全部拢甲我印出来。啊，我吼真正讲坦白，我嘛唔知影送伊咧。啊，到底有几组人为印印的摕去阮公司，为印印的呢，因家己去咧分，啊嘛叫阮的人吼去因遐摕。所以我连旗帜、连这文宣全部拢能印的，包括名片嘛拢能印的。我就干那家出啥，出一个工。啊，我搁出一个5台宣传车，其他拢大家咧甲我斗相共的，所以我嘛真感谢讲大家帮忙啦吼。我这边出来选，我要打破这个选举恶职的文化，这个用钱开出来的文化去选举，我感觉这唔好。今仔日你开几千万、几亿万，你去选一个市长、选一个议员，你问下在，你的钱要佗来？无党籍市长候选人陈永和坚定地表示，无论这届选举的结果如何，伊以后也是会坚持伊的理念，继续为守护台湾的土地来打拼。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配合24号选举投票日，宣布东港路边停车暂停收费，以方便民众回来到故乡投下神圣的一票。不过，交通局嘛提醒车主，东港委托民营的停车场依然是24点钟来收费，同时也会当利用台南校停 APP 来缴费，佮会当有第一笔停车免费好康。为了配合24号大选甲公投日，到时将有大量的车辆回乡投票，所以台南市交通局宣布路边停车暂停收费1天。不过，所谓观光景点、甲商圈以及委外营运的停车场，为了维持停车的周转率，依然是24点钟收费。另外，停管处南门路的缴费服务，选举东港嘛暂停，所以鼓励车主下载台南校停 App 来缴费，来享有第一笔停车免费的好康。11月24号，那我们是便于就是大概。一些民众投票，跟一些大概从外地回来台南返乡投票的这些民众方便他们起见啊。那我们就原力那比照其他县市政府我们事实上就是路边停车都不做收费了那
大概因为不收费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南门路的一个停管中心也就没有开放那对民众如果说有一些需要缴费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就是现在既有的缴费方式啊，就是到超商去缴费啦，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市政府有推出行动支付那你可以在家透过手机那利用我们的行动支付又方便那同时我们还有提出一些优惠第一笔免费那另外每一笔都还折扣4元高雄局特别呼吁投票日当天，虽然单市路边停车并无收费，不过有缘请民众依照规定停车，因为警方有缘会受理民众检举违规停车，进行拖吊追检。等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快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不了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撕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我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庆祝林百岁87岁生日，今年林百岁将要第5摆来举办着摩登大游行的活动。
业者邀请了5位少年人买用复古的装扮，盘演陈澄波、郭柏川等等5位前辈艺术家。这届已经有500位的民众报名要加入摩登大游行行列，因也穿上复古的服装，重新展现1930年当时繁华的府城。5位少年学生扮演做5位台湾知名的艺术前辈，分别是版画大师西川满、画家陈澄波、画家郭柏川、工艺大师严水龙以及捏仔家许渊富。因会伫咧摩登大游行即天穿上复古的服装，也带上当时人使用的器具来参加。摩登大游行对第一届无到100个人参加，到今年要举办第5摆。有先报名参与人数已经超过500个，也显示出林百货这段时间经营的成功甲受欢迎的程度。林百货举办摩登大游行，今年已经迈入第5年，参与的人可以说是成5倍，跟第1年增加了5倍的这样子的团队跟人数。那林百货一直是台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也是全国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个文创百货店。那为台南争取了非常多的一个荣光。那每年办理的这个摩登大游行，现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摩登大游行非常具有文化艺术的一个特性，所以不仅是代表台南，也代表台湾在每一个时代能够透过游行的方式来彰显它的一个文化性。这个摩登大游行其实。我个人非常佩服林百货陈总经理及他们的团队用心的一个规划。那相信这一个摩登大游行的办理会每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盛大。今年的游行非常的特别，我们是台南一起走，用艺术的艺一起走。所以其实很多的团队呢，针对这艺术这个部分呢，做了很多的钻研，在打扮上面也做了很多精彩精心的一个装扮。那因为我们台南的我们林百货的这个姐妹店就是 Focus 时尚流行馆，那因为今年导入了电影，所以我们也将电影这个元素呢融入在这一次府城摩登大游行里面的主题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游行里面呢，我们会有像玛丽莲梦露这种国际的巨星，007庞德，还有我们的这个日本艺伎回忆录的主角，我们都会走上我们的这个游行。我们希望呢传达给我们台南各地区的一个朋友们，还有来参加游行、来参观游行的朋友们呢，能够了解到说，我们台南的多元，还有我们台南对美的诠释，还有我们台南的摩登。另外一个伫现场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布置伫两边的一寡迷你模型，一寡拢是100年饼店古来发的第5代何文慧作品。这届为着要庆祝林百货生日，伊特别开了9个月时间来制作了林百货甲伊相关的小物件。那我的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下去做呈现。那今年做的是林百货的好客厅部分。那好客厅部分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灯罩，它是用扭蛋壳去做的哦。那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是来自于生活中随手可得的材料，那我们再把它回收、再利用，然后可以把它变化成不同的作品，这也是我的特色之一。那林百货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们的热销商品跟特色商品。那里面的总经理就是他帮我们挑选了几样林百货的特色商品，我再就是以它的比例1/10下去做制造，完全就是用类似的材质，然后完全里面包括里面的折纸痕迹、印刷或贴纸，全部都是完整的同样的呈现，所以我会保持原来的味道。这个超过500个人的摩登大游行将会对中国城出发，一路行向林百货。12月1号，嘛欢迎着所有的市民朋友做伙加入游行的队伍当中，做伙来替林百货庆祝生日。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每一当10月份以后，正是流行性感冒慢慢增加的季节，所以政府开始推广注流感疫苗的重要。不过，因为包括有公费的产者免费注射以外，也佫有自费的试者会当选择，所以台南病院特别召开记者会，向民众来说明这2款疫苗的无共款，并且也来强调讲，这2款拢会当，无对一款较有效。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就要量早来注预防针。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但北医牧师党配合政府针对伫医疗院所服务人员等流行性感冒的高风险群优先注入风险，并且积极推广全民注疫苗保健康的观念。不过因为疫苗当中有公费的3价甲自费的4价2种，到底要安怎选？敢真正因为自费有加这种病毒株较好？其实民众并无做清楚。所以，该院22号特别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其实无明显的证据显示4价比3价较好，重点就是有助有保庇，所以强调一定要趁天气变寒，提早来做，才有保护力。目前的话，流感疫苗分3价跟4价。那其实顾名思义的话，3价就是那个疫苗，它本身可以杀到3个病毒株，那4价就可以杀到4个病毒株这样子。那或许有人会问说，那到底3价、4价哪个比较有效？那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说3价比较好还是4价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说今天预算够的话，当然可以打4价是最好的啦。但当然，如果说都没什么差别的话，其实有打就是一定比没打好这样子。预算够你就打4价，如果有预算问题的话，那3价其实也是一个好选择这样子。会中医生也表示，目前自费疫苗大约1000块左右，不过因为欠费当中，所以民众要注入风险进前，一定要提早询问，也避免因为等太上久造成流感的风险。第一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伫台湾10大死亡的癌症当中，肝癌是第2名，嘛是因为一旦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就会大幅度来提升。因此，早期治疗避免慢性的肝炎变做肝硬化是非常的重要。为此，成大病院即马利用着肝硬度的检测仪，会当有效来追踪。肝癌一直拢是国人癌症死亡率的前几名。一般来讲，肝癌大部分拢是由慢性的肝炎转变作为肝硬化，上尾也变做炎症。为此，避免慢性肝炎变做肝硬化，嘛是上重要的观念。但是过去要判断肝硬化的深度，大部分拢是由间切片为主。但是因为这属于侵入式的检查，较无互民众接受。现在成大病院嘛利用间纤维化扫描仪，运用亲像超音波的方式来做评估，会使达到9成的准确度。慢性肝病是台湾国人常见的疾病包含 B 型肝炎、C 型肝炎、酒精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不管哪一种慢性的肝炎，常常都会沿着这个肝病3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癌。所以对肝病严重程度的评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啦。那肝脏纤维化扫描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自费的检查不过因为它能够蛮精准的去评估我们肝脏纤维化的状况。那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应该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检查，尤其是慢性肝病的人。那对自己的肝病有了解，及早治疗，及早做预防，才能真正打击肝病。目前这个检查是自费的，但是因为检查的时间上长，只要10分钟，加上过程袂有空喙嘛袂痛，所以非常适合做长期的追踪，或者是治疗过后的追踪。所以医生嘛推荐，若是民众有慢性的肝炎，嘛会使多多来利用这个检测。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0度至2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收看11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